地鼓破空叫做老茶。啊，地鼓就是咱咧堆茶啦，咧泡茶吼，即个茶壶啦，即个地鼓。啊，地鼓破空吼，茶倒落去吼，当然茶会流出来，叫做漏茶。啊，漏茶就是讲泄漏即个茶网吼，共音吼，啊，借即个地鼓破空来甲形容讲吼，这茶网吼泄漏出去吼，叫做漏茶吼。啊，伫咱较早进前迄个有联考的时代吼，啊，真侪即个大学生伫考试吼，要考进入大学，啊，即个考试联考咧，即个题目吼，定定发生讲题目有泄漏出来，啊，泄漏出来就是讲吼，啊，互人吼，即个补习班老师啦摕去用啦吼，所以即个吼考试说变做无公平啦吼，啊，尾啊听讲有侦查吼，啊，结果吼，啊，侦查来侦查去，找来找去，啊，找到一个上细尾。讲是印考试单这工人摄底出来啦吼，叫做漏茶吼，亲像地鼓破空啦，叫做漏茶。